新冠病毒拖袂离，一直咧变少。即马天气秋凊，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又搁开始滚价。来看美国去年有注流感疫苗的成年人，敢若4.5%，有注新冠疫苗的敢若2.3%。专家表示，病毒咧拖较会变种，建议民众就要紧注意防射，增加保护力。这镜头前注流感疫苗，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主任科亨为要互民众注新冠甲流感疫苗，拜三伫记者会，直接请医护人员为伊注今年的流感疫苗。I want to lead by example. It's why I got vaccinated today with my flu shot. I want to encourage folks that you can get your flu and COVID on the same day. 美国8月已经批准莫德纳甲辉瑞上新版的新冠疫苗 ，CDC 指出，这疫苗不是完美，不过依然引起强有力的保护，防止严重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进一步避免死亡。不过，美国去年敢若45%大人注流感疫苗，注新冠疫苗大人阁只有13%。美国国家传染病基金会调查显示，今年美国注的人数共款无理想，所以 CDC 爱6个月以上所有人注更新版的新冠疫苗，各每年注流感疫苗。As you know, we see different strains that are coming up every couple of months. We're seeing different strains because the virus is continuing to move through individuals, and every time there's a new infection, increases the opportunity for a new mutation. 抑个每年冬天内流行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对一般人只是甲感冒同款的症状，不过可能对5岁以下囡仔甲老大人高风险族群带来致命危机。CDC 建议75岁以上、60到74岁高风险族群注 SRV 疫苗。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率最近出现情况出色，澳洲、美洲、西太平洋区拢增加，当地中海区上下波动部分国家表现含新冠确诊大因素上升的出色。美国确诊率继续清悬，俄国、希腊甲中国等病例数也伫悬点，也要去这国家的民众一定要细致。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